佛法嘅觀點中，人嘅生命由習氣、煩惱同業力所構成，呢個亦都係我哋輪迴嘅根本。生命嘅輪迴就係不斷重複身心靈嘅體驗過程，因此人唔一定要經歷身體死亡，先至可能超脫輪迴。每個當下嘅思想、行為、感受上嘅轉變或者化解，都係某種程度嘅解脫同圓滿。而六道喺佛法中指生命存在嘅六種形式。六道輪迴簡單分為三善道與三惡道、畜生道、地獄道、餓鬼道、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羅道。世間眾生按照生前因果，自然會輪迴至唔同嘅道，感受唔同嘅世界與生活。如果輪迴意指身心靈嘅重複，當人長期受貪欲驅使，身心靈便會處於餓鬼道，不斷重複經歷飢餓、渴求嘅感受。就佛法嘅角度而言，我哋生命嘅存在係受業力累積而成，此生輪迴至六道中嘅人道，因而存在人間。若果我哋希望持續往三善道，甚至從輪迴中解脫，就應該把握此生機會，從自身嘅習氣開始着手認識同埋改變起。鍾意我哋頻道，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。